君子足球冇從後攔截，唔會埋身碰撞。初心第一樣嘢，足球安全，令到大家長踢長有。我係初心足球會阿 Franco 啊，咁我哋其實就係主要係俾一班癌症康復者啦，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啊、照顧人士啊，去玩一啲嘅活動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出嚟玩嘅時間，就同大家可以多啲結交朋友啊，去多啲嘅社交圈子，就唔使匿喺屋企咁悶。參加呢個初心足球咧就好開心嘅，有咁多人同我一齊踢波，對個身體好嘅，一定係會好嘅。初心足球協會嘅義工服務，咁我又覺得好好。咁我啱啱喺足總學完呢個足球教練課程，咁啊嚟到又可以分享翻學到嘅嘢，咁亦都可以令到各位會友可以係開心嘅、快樂嘅完成一日運動。咁最緊要咧係我哋完成咗之後，最緊要去飲茶。等緊你哋啊！